大家问千万句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拢知讲台南贵人古早名叫做红霞厝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遐厝遐遐读第7条。读遐这是读白音，遐就是铺伫咧古早厝的厝顶，用粗肥小的建材，会当遮风遮雨热日，咱讲是厝遐。啊，若规地咱讲是遐片，吹气的咱讲是遐被啊。另外，佫用砖仔贴厝顶贴遐片的古早厝，咱就讲是遐厝红遐厝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瓦，像讲随堂演义18条好汉，其中真侪人拢是瓦工济市中行瓦贴的好朋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厝遐，这是厝顶的遐片；第二个词就读做遐厝，这是用遐片做厝顶的红砖厝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歇热这段时间，真侪时代带囡仔去较自然、较有古早味的庄脚所在行踏，会当住伫咧古早遐厝过暝，参观做厝遐遐窑，实在真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遐，这是读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